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张。今日要来讲一件真无爽快的代志。有一个人一直来小张的节目内底，讲一寡无水准、无营养的话，小张实在是不堪其扰啊！在无法度的情形下里，小张来做这支影片，把这件代志讲给大家听。这件代志要对这个字开始讨论起。课文来小张的节目内底讲一寡无营养的话，伊讲这个字就要用骗、卖、切，因为这个字将骗、卖声、骗、卖、切的结果就是读作批。但是课文讲爱读作批，还是读作批？这个讲法到底有道理无？我讲吼，这是无水准的讲法，这是笑破人的嘴的讲法，是100%的胡白乱讲，是正港的无稽之谈。敢有影安尼？有影无影看到就知嘛，小张来证明给你看嘛。一开始，咱来看这字“卖”的字形演变。在说文解字的小团体内底写作安尼，在经文的字体内底写作安尼，在草简的字体内底写作安尼。唔对啊！草简哪有可能是写这个字体？一定是出问题啊嘛！正港的字体安怎写法？咱来参考说文解字安怎写。出物会啊，将出将买。小张，这个字是安怎你甲读作买？无唔对啊！咱来看教育部的记录，这个字的标准音就是爱读作买，但是方言的音会使读作买，嘛会使读作买。各位若是感觉讲读方言的音较习惯，小张嘛是会使读方言的音。咱话讲倒转来，敢真正有将出将买的字体？有啊，正港的字体就是写作安尼。话顺的部分较细字，小张甲放大给各位看。这个字就是卖的本字，将出将买，甲说文解字内底写的一模一样，证明这个字就是正港的字体，正港的写法。咱即马来看这字卖的字形演变，直接来看说文解字的小团体的部分。顶悬这个部分就是出，下面这个部分就是买，甲说文解字内底写的将出将买一模一样。证明这个字体是正确的，咱即马就用正确的字体来做比较。这字“读”的字体写作安尼，咱用说文解字小团体来做比较。哪会完全无同款？莫非声符唔是卖？声符是啥物字？咱来看这个声符的小团体，就是写作安尼。楷书体写伫倒边，咱若是用这个楷书体甲卖的楷书体来做比较，咱就看甲真清楚啊。两字虽然真相像，但是完全不是同一字，所以伫这个所在，咱就有法度确定讲这字“读”声符绝对不是卖。这个字伫康熙字典内底有记录无？当然嘛有，小张给各位看，就记录伫这。详细字无要紧，小张甲放大给各位看，就是写作安尼。伫六经正句内底写甲真清楚，这个字的字形中间将强非卖字啊。这4个字声符拢是这个字，拢唔是卖，有文献为证。这字声符伫说文解字内底有记录无？安怎读法？有啊，伫说文解字内底记录甲真清楚。将背木声，木就是古文的木，读作育，教育的育。小张以前捌讲过啊，文母安怎读，声符来做决定，所以这个字就会使读作俗。其中这个伊就是来无应气无中的介音。这个字会使读作读，这个字会使读作读，嘛会使读作读。过来，这个字会使读作读，嘛会使读作读。是安怎加一个恶的韵母？这件代志要对这个声符开始讨论起。伫康熙字典内底有记录，这个字就是木的古早字。直接来看上古音的部分，有2个系统。第一个系统，声母是明，韵母是恶，所以这个字就会使读作木。另外一个系统，声母同款是明，韵母是发角的角，所以倒起来就是爱读作目。咱即马翻头转来讨论重点，这个字伫说文解字内底记录甲真清楚，将言育声，风声、雨声、读书声，这个所在就是爱读作读。伫方言的音内底就是爱读作读，读册的读，是毋是韵母的部分对甲交文交文，对甲麻麻麻？这就是研究汉学正港的方法。方法若是用了正确，咱就无需要编故事。咱即马翻头转来讨论今日的主角。这个字伫说文解字内底写甲真清楚，书版也将骗
乐声，韵母就是爱读作乐。咱来看记录，伫南湾就是有记录，这个字爱读作读；伫厦门甲漳埔拢读作读，是毋是甲小张讲的同款？韵母拢是乐，这就是我定定在讲的，真金不怕火炼啦。讲到这，咱就看甲真清楚啊。课文根本黑白乱讲嘛，什么字形、什么字体，伊完全拢看无啦。啊，看无是小事啊，但是讲白贼就是大严重。其实校长嘛知啦，课文啥物拢袂晓，所有的资料拢是一个人予伊的。啊，这个人课文甲号名叫做甲骨先生。啊，这位甲骨先生安怎研究汉学？校长来举例说明。参像这个所在，伊就是要研究这字隋伫团草古文字内底的写法。伊就讲啊，左边画一个小口，表示小声诘问；右上画一追，代表放屁；右下画一欠，代表吸气。综合起来是小声诘问，谁在放屁？因隋。照伊的讲法，这字隋就是在问什么人放屁啦。敢有这个道理？别人安怎想我唔知啦。但是我感觉讲，这就是白痴的讲法嘛，100%黑白乱讲嘛。咱即马来看正版的汉学安怎改这个字，咱来看说文解字安怎写。隋、何呀、庄严、追声，伫韵册内底嘛有记录。这个字就是爱读作隋，是毋是甲小张讲的同款？韵母安怎读，声符来做决定，意思就是何呀，毋是在问啥物人放屁啦。讲到这，相信各位拢看甲明明白白，课文也好啦，甲骨先生也罢啦，什么字形字体，因是完全拢看无啦。明明有文献的记录，但是因有要尊重文献无？无啊，因想要安怎转就安怎转。反正啊，总是有眼头的会买笑，会听因的话嘛。这两个人，就是闽南语文化的迫害者，就是社会败类，就是18流的人物。配塔，今日我就讲到这。感谢你的收看，欢迎批评和指教，谢谢，拜拜。